今個夏天，帶你深入日本東北，一次過體驗最震撼嘅4大祭典8天之旅，會響8月2日成團出發，連續15年舉辦，罕有預留指定坐席，更係2022年開關後，成為全球第一團前往參與。我哋嘅商務董事 CN 亦有隨團出發。首先登場係東北最大規模嘅清心水魔祭，巨型燈籠巡遊閃耀夜空，配合熱血節奏、澎湃舞蹈，氣氛震撼。仲貼心安排觀覽席，近距離感受每一刻。接住係擁有超過250年歷史嘅秋田乾燈祭，同樣安排坐席，幾百支高達幾米嘅燈籠隨風搖曳，表演者以高超平衡技藝托起重達50公斤嘅乾燈，畫面壯觀。山形花粒祭，滿街舞者頭戴花粒，跟住節奏舞動，熱鬧歡騰，自由穿梭其中。3小時盛裝舞蹈遊行，親身融入節日氣氛。最後係浪漫繽紛嘅仙台七夕祭，高達10米嘅彩幡隨風飄動，整條街化身夢幻世界，每年吸引超過8萬人共賞。一程走遍4大祭典，加上東北文化與自然絕景，唔止係一個旅程，更係一場日本夏日文化盛宴。立即出發，感受1年1度日本東北最極致嘅祭典魅力。快啲上網或WhatsApp 34430000報名同埋分享俾身邊想去旅行嘅朋友。